每日靈修日程箴言第一部分，認識智慧。何謂智慧？第四日箴言第1章2節，要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分辨智慧的另一個層面是洞察力，希伯來文係 Bina，而英文就係 insight 咁解。意思就係話，當一般人仲喺霧裏看花嘅時候，你就已經留意到當中嘅細節同埋唔同嘅差異層次。就好似有一對 couple 咁啦，太太好鍾意睇古典芭蕾舞，佢可以睇出跳舞者一啲動作上面細微嘅分別，而老公呢就分唔到啦。不過個老公就可以睇棒球賽嘅時候就睇到呢啲球勢嘅變化，而呢啲呢對於老婆嚟講，佢係一竅不通嘅。我哋就咁樣啦，例如就好似舞蹈同埋運動上面嘅領域，大家都會比對方更加明智。然而聖經中所提及嘅智慧就係要將呢一樣嘅分辨能力應用喺日常生活嗰一度。有智慧嘅意思就係當其他人只可以想到1、2種方法嘅時候，你卻可以睇到唔同嘅選項同埋更加多可能嘅做法。智慧係可以分辨人喺動機同埋品格背後嘅多重面向，而唔係純粹將人二分為好人或者壞人。而且分辨都係一種能力，除咗分辨好壞之外，仲可以區分出好、更好同埋最好。基督徒會發現，當基督嘅愛喺我哋心中成長嘅時候，就好似腓立比書1章9節所講，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我哋就會茁壯成長。神嘅愛醫治咗我哋自戀嘅自我，亦都幫助我哋睇見周遭人嘅需要。思想問題，上帝係喺邊一方面一直幫助你去睇見細微嘅不同，而嗰啲係你之前睇唔到嘅。禱告，主啊，我哋嘅世界而家似乎被一分為二，一係呢就非黑即白，最多就係多一個灰色地帶啫。神，求你搭救我脫離律法主義同埋道德相對主義，因為呢兩者都唔明智啊。神啊，求你賜俾我所需要嘅謙卑同埋辨識力，好叫我可以擁有一顆明智嘅心。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